乡亲老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闻界》，我是阿明张伟明。咱讲228事件，今年是满74周年。有人也伫这连续假期的这个气氛，但是咱讲228是国家的这个纪念日，要纪念过去这历史的小伤痕吼。但是也有一寡人根本都唔知影这个228事件自头到尾发生过什么代志。透过今日节目，咱就要来认捌到这段历史啦吼。面对着过去这个威权政府对咱所做的这个粗残的这个作为啦吼，对着台湾的本土人需要，是知识分子大规模的这个屠杀吼，尤其咱看到讲吼228事件纪念基金会初步暗算，这个1947年这个事件啦吼，全台湾各地头死亡人数是超过10000人。另外咱嘛讲吼，这个基金会嘛做到新的这个发现，亲像讲保密局也好，政治单位的角色啦，甚至就讲这个国际因素，拢是这吼有一寡这个因素，这个加滚伫咧啦吼。咱嘛讲吼，国家伫咧做转型正义，这个脚步是袂使慢，但是咧正实爱厘清到这个责任，才有当来和解吼。真可惜，咱看到讲有一寡政治人物错误这个认知，甚至讲是失言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台北市长柯文哲讲到228事件这个部分的时阵，伊讲啥？处理委员会后变做是各地头反抗的这个据点吼。有媒体人就批评讲，柯文哲市长啦吼，真正明册是黑白改历史，甚至吼主张国民党吼当初合理这个集权统治人上好的这个借口吼。咱们看到讲吼，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纳斯普嘛讲吼，柯文哲市长哦，什么时阵才愿意甲228事件甲舞好清楚啦吼？另外咱嘛看到讲吼，嘛有台北市这个议员吼来讲到啥？来讲到吼柯文哲面册吼，至少有3点是写错误的啦吼。但是柯文哲市长伊是安怎讲？伊背回啦吼，伊讲吼，伊定调讲哇，政府甲国家机器啦吼是大规模的这个迫害，死2万吼，才是重点。但是咱嘛看到这个风波进程吼，其实都有啊啦。咱嘛看到讲柯市长这回是邀请到前总统马英九来参加啥228的这个纪念活动。咱嘛看到讲吼，因这个部分嘛引发到真济吼，这个民间团体来退出掉这回这个纪念活动啦吼。但是咱嘛看到讲，昨个这个纪念活动内底，两个人是共用着吼，这个引用着共款的这个碑文吼。伊讲啥？互助较爱化冤仇啦吼。伊无行吼，这是因共同来去引着这个碑文的这个部分，但是咱头都嘛讲到，真济团体无法度来接受，然后直接退出掉咱讲台北市的这个纪念活动。另外咧，外界嘛咧质疑讲，柯市长是咧消费228啦吼，嘛讲到这个马前总统这个部分吼，过去吼这个30档，伊讲吼伊做这个228的这个事件做真济，但是有人讲伊啥？过去吼是反228下晡时啦吼，咱来讲吼平反228这个下晡时，搁甲这个桃园遮啦吼，伫遐好啦吼，根本都无这个道歉甲平反的这个诚意啦吼。这个人权律师李胜雄伊嘛讲吼，请马英九吼参加吼，真正是侮辱台湾人和228的这个家属啦。另外，这个共款市议员吼苗鹏嘛抗议讲，真心来认错，再来讲和解吼，实现到这个正义，才会当来共生吼。透过今日节目，咱做伙来去看228事件。现在邀请节目顶4位来宾，第一位邀请辅仁大学历史系教授陈君凯教授，你好。嗨，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第二位咱们邀请共生音乐节发起人，当时阵嘛是咱台湾基政桃园东部执行长纳斯普，你好。主持人好，大家好。第三位咱们邀请武东市台北市议员林英明。主持人好，大家好。第四位咱们邀请2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当时阵嘛是咱228受难者，这个李瑞涵律师的这个孙女哦，咱邀请到李慧生，你好。大家主持人好，大家平安，大家好。是啊，先邀请大家吼来看到讲吼，这回这个事件吼，咱看到台北市长柯文哲吼，升起要来这个台北吼，要徛较高雄吼，但是伊这个孔明车之路卡伫咧这个时间，就是咱讲这个228事件这个东港吼74周年，又搁邀请到咱讲的这个马前总统吼，引发到真侪争议，咱先做来看。今年台北市府的228纪念活动伫228和平公园内底举办，前总统马英九嘛奉邀请来参加，台北市长柯文哲嘛对骑脚踏车128高的行程当中赶转来，下晡2点28分，和平钟声响起来，进行追思默哀。6年前的228纪念活动顶悬，柯文哲捌2届拒绝甲马英九握手，即马搁一届共台，两个人嘛干那爱写字，无伤济互动。毋过伫书文当中，两个人拢有引用228和平纪念碑碑文尾段的语句，强调台湾应该合作，用爱化解仇恨。柯市长身为228家属，
为了这个受到不小的压力，但是他告诉我们，台湾应该超越对立。我今天穿的浅蓝色的毛背心，这是2年多前一位228家属亲手打好送给我的，象征228亲属跟我的友情。最后那一段也跟刚才这个马英九总统在念的一样，凝为一体，互助以爱，相待以诚，化仇恨于无形，造和平于永恒。天佑宝岛，万古长青。我也期盼在反思过去历史教训的基础上台湾可以挥别阴霾一起走向共同的未来。马英九致辞的时阵，社民党台北市议员苗鹏雅伫座位顶悬摕手板抗议，嘛去互注意。另外，台北市政府邀请前总统马英九伫纪念仪式致辞，嘛引起反对的声音。1987-228公益和平运动的发起人律师李胜雄就批评讲，国民党是228的加害者，请马英九参加是侮辱台湾人甲228家属。台湾国家联盟也因此宣布退出今年的协办单位。另外，郭文哲顶日伫咧明册铺文当中，甲228事件处理委员会描写做反抗据点，后来才偷偷修改，嘛引起批评。郭文哲回应讲，定义228才是重点，爱大家唔通计较头前的内容。政府与国家机器进行大规模破坏，这个已经把它定掉了，对，这才是重点。所以前面你们就不要计较了。台北市政府除了邀请前总统马英九以外，嘛有邀请副总统赖清德。不过赖清德另外有其他的行程并无参加。记者综合报道。咱讲到228事件历史的这个部分咱看到这个郭文哲郭市长227的时阵，伫咧面册发文真正改写到这个228这历史啦对着历史这个物件，真正都要请这个专业的这个教授啦真正先甲这个郭市长上一下历史课一个。其实伊上大的问题，你讲的就是讲，伊讲因为组织迄个处理委员会来变做反抗的据点嘛，这是完全错误的代志啦其实所有处理委员会拢是伊的目标，拢是为着要解决事件，所以无反抗的这个事实。真正反抗的是讲有的所在是发生较大的反抗就台北市像讲有拍人的，有拍人的这个代志是因为迄阵就因为迄个2月27暗时2月27暗时因甲即个未婚的林甘麦甲伊拍互受伤，后尾陈文溪叫请杀去嘛是。即个代志，即种代志，像迄个足愤怒，其实即一个有伊的背景。伊的背景是啥物？就是其实即个代志毋是227迄天发生尔，伫几个月前嘛有发生，讲有甲即个未舒婚的掠去的代志拢有，嘛开枪，这是无拍死人嘛。所以伊对即个开枪即个代志尤其是伫前一年的迄个啥物，伫迄个省参议会开会时，因道你即阵讲警察大队是毋是爱废掉，因为即类的拢黑白开枪嘛。是。所以这个代志是毋是讲安尼，干那迄天的代志就造成的。所以因为安尼，所以2月228迄天早起有诶去甲弄迄个专卖局，下晡去中国公司请愿的选项开枪，后尾佫拍死人。是。所以这才造成讲3月初1。台北市参议会，伊要组成个切案迄案调查委员会嘛。是。因才去见单议，结果单议答应讲无咱甲官方甲民间做伙来组成一个叫做228处理委员会。所以3月初2才各地拢组成这个228处理委员会嘛。所以是咧处理毋是做一个反抗的一个点啦咱嘛看到讲真正啦面对着这个历史尤其这个郭市长过去嘛讲伊是这个228这个受难家属真正咱都爱来认捌着讲属于家己的这个历史啦所以咱嘛看到讲真侪人针对着伊即件代志发挥着真侪这个言论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其实苏博你嘛有讲着什么时阵才愿意甲228事件如何清楚，尤其咱讲伫228即天本地若是好好纪念就好，伊就要搁骑空明车，台北骑高雄这个身体记载袂掉你婚礼，搁直接北上买手再搁落南再去参加着这个伊个空明车这个行程，你安怎看这个郭市长这个行为咧？
其实我是认为讲咱有一个观念啦，咧政治案件内底228，还是讲白色恐怖，其实厝内底的人无一定咧一开始拢会了解讲到底发生啥物代志。是，这是较正常的状况嘛。因为代志发生了，咱一寡时间了，才会知影讲到底我的厝内底甲长辈是为虾米来甲这个代志有关系。不过，咱的台湾民主化，搁有咱的本土化，搁有咱的平反运动，拢已经发展遮久的时间了，咱看到柯市长即马已经62岁啊，伊做市长嘛6年外，目前咱来看讲，伊对整个228事件，伊家己的代志，搁有别人的代志，哪像拢无通解清楚啦。我感觉这才是一个较严重的代志。是。第二是讲，若讲228是像伊讲的，228是政府甲国家机器大规模的一个迫害。咱可能来问一个问题，就讲，那这个迫害是谁来负责 ？OK， 加害者是啥人？加害者是谁嘛？不过咧同一个时间重点，伊就甲国民党，伊就甲马英九，两个人咧同一个活动内底斗阵。我感觉讲，这当然对家属是无法度接受的嘛。是。这就甲马英九早起的时阵甲你道歉，下晡走去大溪，走去遐去拜去哭，当然互人家属感觉讲，你这是算真的啊，算假？是，我感觉这是一个重大的问题。针对着咱讲这个维权的这个向定咱嘛看到讲其实咱咧讲这个转型正义，其实这个去年英明嘛伫这个市议会问到咱讲的这个郭市长咱讲这个台湾独裁暴行上大加害者是啥？你当阵问郭市长伊的回答是啥？就是蒋介石。但是尾手转型正义，郭市长做着啥物？其实伊脸书写错这款代志是显示讲伊是无了解伊无了解伊每工拢讲伊是228的家属啊，但是伊个讲说大家爱和解大家爱团结，但是伊连基础的事实拢唔知影唔知影啊，其实伊正常拢讲转型正义是面对面对问题解决问题但是伊连问题是啥拢唔知影。OK， 这是上重要的代志伫 ICT 这就是国际迄转型正义中心讲有四个阶段四个阶段就是第一阶段就是正常爱公开爱调查甲公开第二点就是咱爱追究迄个加害者的责任第三点就是爱互迄个受难者爱互赔偿第四点是上困难的，就是讲临时的改革啊，改革临时的改革但是郭文哲伊4个拢唔知影伊佫讲伊连事实拢唔知影4个拢唔知影，伊就讲我来邀请马英九来和解啦，来对话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政治的秀，对吧？对，这是一个秀，这是一个白蓝合作的秀啦。白蓝合作啦。白蓝，我讲白蓝，因为伊就是白蓝嘛。白蓝合作的秀啦伊是为着伊家己的政治利益啦这是上明显，因为足侪市议员唔但是我拢有甲伊讲。安尼唔通马英九袂当来你爱拒绝你爱拒绝马英九因为马英九是一个中国国民党的迄个加害者的迄个体系。体系啦体系是，所以咱嘛讲过去你咧问伊的时阵，伊讲啥？这个移都维权的这个向定，伊的回应是讲唔免依法来行政这个无代志就无代志，时间久啊，自然就会消失。这是伊中心的这个思想。这就是伊逃避的心态啦。因为伊无关心这个啦伊关心的是伊的家己的嘿对个人的曝光伊用迄个白胶一日白胶来做迄个逃避的行为，这是公器私用啦。我讲较白一点。有影啦咱嘛看到讲其实议员针对着郭市长安尼作为一日往北啊，搁上这个落南其实省断着真侪这个议会这个资源。咱嘛讲伊摆入去，咱讲放伫咧这个228事件追诉这个活动啊，这个经费甚至比伊的这个一日这个台北高雄这样的行程搁较少啦继续咱要先搁来请教。这个李慧生228受难这个家属的这个部分其实咱嘛看到讲整个其实对着这个前总统也是啦过去伊嘛做过台北市长，大家咧去看讲228事件时阵，前总统马市长伊讲伊过去做了真济，你安怎看咧？
大家好哈，我是李瑞涵律师的查某孙啊，我是李慧生哈。我拄倒要来上节目的时阵哈，我问我的爸爸，我的爸爸今年88岁哈，啊，我的阿公李瑞涵律师去互人抓去的时阵，阮爸爸是15岁，所以阮爸爸对所有发生过的代志足清楚的哈。啊，我问我的爸爸，我讲爸爸，你安怎看文哲的？哦，阮爸爸的一字尔，一字 ，opportunist， 投机者，好，马上翻译投机者，是，好，过来，我就会记，古早我的阿嬷，吼，人，阮阿嬷古早还佫伫的时阵，吼，阮阿嬷看到电视，看到宋楚瑜，阮阿嬷马上就讲，迄歹人，好，我的意思是讲，年长者他对很多东西也是一种这个反应是就直接了哈，所以伫柯文哲市长这个部分哈，我做2礼拜的家属，我们跟他对战过很多次哈。真侪人问我这个问题哈，讲你2礼拜的家属为什么遐尼讨厌柯文哲？哈，啊，我嘛会当答朱启麟报告哈。伫2014年，伊要选台北市市长的时阵哈，啊，伊有甲阮几个2礼拜的家属斗阵。啊，阮拢大讲2礼拜的代志，三回讲哦，安尼我了解，安尼我了解。迄个时阵伫阮朝日的查某囝阮美珠阿姨的厝，我印象就深了，一个长春路遐，啊，足侪家属大家拢甲伊咧对谈，所以阮希望迄个时阵看问题，伊做台北市，阮希望伊做台北市长的时阵，也是伊选调，当然迄个时阵伊还未选嘛哈。啊，选调了后，阮希望讲伊会当做足侪这个转型正义。如果伊刚刚伊是2礼拜的家属，是，你会当做足侪代志伫台北市的，尤其是一个天龙国的这个部分，伊会当做足侪代志。要毋过真可惜哈，2014年伊动算了后，我们就像全部等戏上，是，伊无 care 这个代志。所以迄个时阵，李晓峰教授讲一句话哈，我拢永远会记哈。伊讲毋知影2礼拜代志的人。是无知啦，可是如果知影2礼拜代志以后的人，佫无做任何的改善的时阵，迄就是无情啦。OK， 好，所以阮对阮2礼拜的家属对夸市长就是失望，啊，投机者。OK。是啦吼，这是讲到这个咱讲瓜市长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咱嘛讲到吼，转型正义嘛是这个中央爱做，然后咱讲地方政府，尤其吼做到真侪政治工作的这个部分吼，其实真正爱好好来认识到过去这段历史啦吼。啊，所以咱搁要请观众朋友先来看讲吼，这个伤痕228这个纪念片，先做来看。台湾人民用因的热情迎接因心目中的祖国官员甲军队，家人码头、台北市街拢出现侪侪认真。不过，祖国的军队一阵换了后，台湾民众发现甲家己想的并无同款。当初时放调来台的第70本军旗败骸的形象，完全暴露伫欢迎民众的感情。迄当时，全台宪兵勤务最高负责人、担任宪兵第4团团长的高为民，伊伫台湾光复时期的军旗这篇文章中讲到：25日接收之前。我便装到台北各地走过，发现这个地方秩序井然，现象真好，并从新职人士中得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但是70军的部队实在太糟了。当时台胞普遍都骑脚踏车，譬如到邮局办事，都把车停在邮局前面的车架里。那些兵一看没锁，也没人看。骑了就走。那时候没有铁门，也没围墙，也有少数士兵一看屋里没人，跑进去拿东西了。迄当时参与台湾信托公司筹备的陈宏源，讲到战闹时期嘛捌讲，台湾拄啊光复的时阵，大家拢真欢喜，但是接手了后，煞互大家真失望。接手的官员真侪拢贪污，台湾人拢讲接手那亲像是劫收共款。台湾糖会大量运出，地处岛内的糖起价，
迄当时上海卖出去的台湾糖一斤130块，台湾本地煞悬到一斤107块。1946年底，大量失业的人口开始回流故乡，去斗三工做事。因当时嘛大会失望甲怨愤。是啦，针对着迄当阵的这个政府吼，这个本地台湾人民是真欢迎，但是看到这个政府吼，真正是败害啦吼，所以真正失望。咱嘛过来一届吼，这个回顾到228事件啦，咱嘛看到讲迄当阵吼，接受台湾吼。这个部分治理的能力吼较歹吼，佮排除台湾人做这个重要这个职位吼，和台湾人民冲突真济啦吼。啊，另外咧，民众不满吼，咱讲吼，这个私分的这个部分啦吼，228的时阵就向着咱讲吼，行政长官这个公署啦吼，这个定情，但是这个公署面顶的这个吼军人吼，甚至用这个枪来对这个民众来去弹啦吼，啊，当场死过来的人吼，啊，致使咱讲吼全国吼。爆发着咱讲的这个规个这个暴动的这个行为啦吼，啊抗议的这个行为啦吼。另外，这个本土的精英含这个单期去做一寡谈判，伫228甲3月初8这个中间啦吼。另外3月初8这个中昼开始到5月15，咱就看讲吼，真正是这个劳费这个镇压吼，死亡人数伫咧第一届这个报告的时阵，就看到讲吼，正万人吼，上济来到28000人来死亡啦吼。影响啥物？这个死亡人数甲这个受伤的真正是真济啦吼，啊台湾人自迄个事件开始吼，真惊吓参与到这个公共事务的这个部分啊，咱嘛要过来邀请这个董事啦吼，李慧生啦吼，咱来讲到吼，其实这个阿公啦吼是做律师，啊其实当阵嘛是到台北市的这个市议员吼，啊其实迄当阵要为着吼这个处理委员会吼是做一寡建议，煞这个分登228事件来甲咱说明一下。好，这个是我的阿公，啊，伊穿的迄个衫，迄个时阵是当时吼，律师的衫吼。我的阿公李水汉，啊，伊是德南人，吼，伊德南人。伫当时，我可能搁换一个吼，这个是我的阿嬷，这是我阿公的相片，是，吼，我自细汉。我的爸母是阮的家属无同我讲真济228的代志。我后来我才发现，就是我去美国了后，读册了后，我的阿嬷因才肯甲阮囡仔讲即个部分啦。吼，为什么我想讲，为什么我的家属拢无伫台湾的时阵讲即个代志？吼，后来我去美国了后，我才发现讲，原来我的长辈，伊是要保护阮遮的孙仔囡仔。袂讲好再次的受伤害哈。那我阿公伫咧3月10号迄天，3月10号迄天拜一，哈，我接手板哈，陈仪对全省广播戒严令禁税工作全面展开。好，我阿公李瑞汉律师，还有那个时候林连宗，还有参议员这些人在当天都被捕。迄天伫阮兜发生的代志是后壁即个背板，吼，这是每74年以来，阮兜拢相款的故事，甲柯文哲市长的故事真无共款，因兜常常咧变，阮兜拢无变过，因为事实就是事实，不需要再有质疑问哈。3月10号迄天的下晡差不多5点外，吼，我的阿公甲林连宗律师甲伊的弟弟。李水峰律师，迄个时阵拢伫咧厝诶，因为迄个时阵戒严，所以无法度出去。迄个时阵我的阿嬷厝诶，足侪人起来，因为迄个时阵戒严，足侪人来台北。因为阮阿公迄个时阵是台北市律师公会会长，所以听伊讲，阮阿公嘛足好客啦，吼，所以就请大家讲，无恁无法度转去南部，无恁大家来阮兜住。即马阮古早的旧厝是伫咧民权西路捷运站的附近，吼。所以迄个时阵，阮兜有2间日本厝，伫咧阮兜的这间日本厝有李瑞汉律师外阿公，李瑞峰律师外职工跟林连宗律师是台湾省律师公会的会长。在隔壁的有那个许世凯大使的爸爸，好，伊是伫咧另外一间，所以迄边有几个律师因无互人掠走。迄天发生的代志，阮爸爸每间拢甲我讲，吼。迄天3月10号，差不多5点外，人李长武嘛，带便衣的军人
来阮兜，是，吼，敲门，敲门，你律师有伫个无？阮阿嬷去开门，敲门有啥物代志？遮个便衣个穿军服的人无烫话。阮爸爸讲，伊印象就清楚。我讲，阮爸爸迄时阵建中嘛，哈，所以爸爸印象真的是非常清楚。伊讲，他看到那些军人无烫话的踩到我们家的榻榻米上面，讲我们要找李律师。阮阿公穿普通的衫伫厝的嘛，哈，啊，阮阿公出来，为内面出来，啊，因就问阮阿公讲，长官有找，哈，长官有找要找你，好，阮阿公讲，啊，你小等一下，阮阿公就去内面换衫。阮爸爸同我讲，迄时阵的军人便衣的带阮阿公去房间内面，惊阮阿公逃走，所以陪阮，当阮阿公监视到阮阿公到房间里面换衫出来。出来时阵，阮爸爸看到我的阿公去互人带去吉普车上面，3个律师。都被蒙黑色的布条啊，吼，看无？是，因为阮爸爸迄时阵15岁，阮爸爸伫后壁，后来阮爸爸讲，我的阿公有发现阮爸爸伫后壁地，阮阿公甲阮爸爸讲，校长开咧，转去，好，阮爸爸讲，伊即世人上痛苦的迄个时阵，伊讲伊上足久的。为什么我的阿公是用日文来讲校长开咧？后来阮爸爸再回想起来，如果我的阿公用台语讲校长，你转去厝诶，是，你长的就听有啊。OK。也是我的阿公用华语讲，荣昌，你回家，你赶快回家。那这些便衣。因为我爸爸是目击证人，好人证是，连爸爸都有危险，阮爸爸都危险，都对拢带走。也毋过我阿公上后尾就打阮爸爸讲，校长开咧，就日本 order 他转去。是，为什么是入戏门？真侪人问我这个问题哈，因为迄天戒严，阮兜无物件互人食，是，所以后壁有人问阮阿嬷讲，先生娘，恁兜吼人客遐尼啊济，啊我敢若有。打的鱿鱼，吼，啊无你要摕打的鱿鱼互大家食无？所以迄天，阮阿嬷准备互所有的律师伫咧阮兜的暗顿，就是迄碗鱿鱼糜。是。迄天，所有的律师拢无食到鱿鱼糜，我的阿公就去互人带走啊。这是3月10号伫咧立处发生的代志。是，所以咱讲到吼，这个当时讲到这段啦吼，就是律师李瑞涵袂赴食的这个鱿鱼糜，然后咱嘛有问讲吼，伊做一个228事件一个向定的这个物件，然后后摆讲到这个食实鱿鱼糜是代表这个咱讲李瑞涵律师吼，伫迄当时分登228吼，其实咱嘛讲到，毋那是这个李瑞涵律师啦吼，其实咱讲叫会出来吼，林木生也好。这个原住民族的高一生也好吼，其实拢是受到这个228事件的这牵连。但是咱嘛讲到228，毋是迄当讲的这代志，少年煞甲尾手的这个白色恐怖，拢是228事件，这个尾手可能会影响到啦吼。咱嘛看到讲吼，官方进前有做一寡这个报告甲调查伫咧啦吼。咱看1992年的时阵吼，行政院有做到这个事件这个报告，咱头段嘛讲到这个人数，这个头一份官方报告所调查出来。然后另外2006年的时阵吼，咱嘛看到讲这个228事件基金会啦吼，纪念基金会有。对一寡吼责任吼，这个归属有做一寡研究的报告啦吼，就讲这个原乡吼是蒋介石啦吼，啊另外爱负责的吼有单于瓜晚婚啦吼。边望以后，这个军政人员吼，啊，共犯吼，各有3个啦吼。因讲因虽然是执行任务，但是吼，真正是无分析的吼，看起来吼，这个人民吼，看起来都甲太啦吼。所以咱头拄嘛讲到死亡人数是真济，另外其他责任者吼，各有政治人员吼，半山，各有这个社会团体、线民吼，各有无报道是事实的这个中社，迄当阵咱的这个通讯社啦吼。另外2020年的时阵，基金会各有一寡这个新的这个调查吼，新发现甲转型正义啦吼。比如讲海军吼，大编啊，佮有这个肃清的这个部分吼，政治机关吼，佮有这个密宅暗杀这个部分，另外部分的这个县市长啦吼，因为咱讲吼，规个这个各地头的228事件吼，咱头拄仔讲的，
伊毋是做反抗，伊是做一个处理的这个委员，但是拢是去互这个国民党政府、威权政府长期来去做监控啦吼。咱阁继续请教教授啦吼，甲咱补充一寡吼，咱头拄历史上也未讲到这个部分。好，头拄李慧生律师你讲因阿公的代志啦吼。因为我是感觉讲，咱即马28个研究到底有偌深入吼，其实还阁无，还阁足侪代志无清楚。实际上到底是啥人去掠的？这项代志请便宜嘛。其实因为我咧研究王添丁吼，迄阵足重要的人物嘛。伊是3月11早起，是，但是有2批人去掠伊。嘿，有2批人去掠伊。2批人第一批是6点，早起6点穿便衣的，是，吼。第二批是8点，吼。8點是憲兵，是。所以過去人叫是張無都甲掠的，吼。伊咧掠，但是甚至後尾蘇新就傳說講伊是去用小事的嘛，吼。實際上即馬這保密局的這個台灣站的這個資料出來，吼，其實迄代志是安尼吼，就是講跨灣分吼，佇3月初4。3月初4其實吼，也未討論啥物處理委員會，啥物攏也未討論啦吼。迄個也未決定啦，有咧討論也未決定啦。因為3月初6才處理代講，迄個已經完成選舉常務委員嘛。3月初4嘅日期，就你講我要掠遮解叫遮嘅林丁力吼去做迄個中醫服務隊嘅即個隊長吼，做迄個隊長。伊會使去民眾內底發揮作用，所以林丁力安尼是迄陣伊等於照白啊囥喺內底。結果3月初11嘅時陣，王添丁互第一批人掠去，第二批佫來找無人，吼，安尼兩批人掠去，2批人來以後，即馬保密局嘅資料出來啊，吼，4月，官方迄個南京中央嘅保密局嘅拍電報。互林丁力遮講，愛甲迄個王添丁嘅迄個罪證，吼，甲查清楚，才叫中國公署甲救辦安尼啦吼。結果後尾甲回啥物？已經清殺。嘿，伊甲回，所以叫密裁嘛，吼，你睇迄個頂頭用出嚟密裁，秘密制裁就對啦，吼，秘密制裁，就是伊其實是應該第一批嘅人掠去嘅，第一批人掠去以後，已經甲。直接甲清殺，所以當然都唔是張無道佇講哦，家掠去用火放火燒去啦吼，事實上應該唔是安尼。所以迄個時陣，伊責任的歸屬其實到底是啥人愛處理愛負責？因為當時因擺嘛咧怨嘆啊，因為伊的民政處長捌怨嘆講，因甲人刣死吼，到尾咧才叫我來辦手續，嘿，實在足無法無天啦吼。因為保密局遮伊迄是特務嘛，特務即種的過去佇迄個等於佇戰時中啊，啥物伊要刣死王政委因遮的官員嘛，是攏家己主張家己做嘛。所以其實殺人是遐個，蔣介石有遐嚴重無？我毋是講伊無嚴重，伊足嚴重，伊袂使派兵過來。OK。但是伊有誒，即個代志，因為南京的中央是叫伊講你去甲查咧。吼你若是講蔣介石叫林丁力因才去刣吼，林丁力會來講高層叫我甲刣啊，是，無，伊就講已經刣死啊，表示南京中央的這保密局嘛唔知啊。OK，嘿，所以這其實足濟代志，咱愛去甲伊創個清楚。所以咱頭拄有看到講吼，這個加害者是蔣介石，可能嘛是這個一部分爾。一部分，伊無應該派兵來，因為伊袂使干那聽單義講安尼講，但是單義是毋是攏伊刣？嘛無，嘿，因為有誒保密局伊控制袂到。是，所以這個加害者吼，真正是也閣有真濟檔案愛去查啦吼。但是咱閣回過頭來講吼，這個威權政府這個角色啦吼，過去吼真正是害真濟這個知識分子也好，本土人士啦吼。其實咱嘛咧講吼，其實毋若是這個本土人士爾，其實真濟外省人吼，迄當陣嘛是受到這個迫害啦吼。所以真正愛追究的可能就是這個國民政府這個部分吼。咱嘛看到講吼，迄當陣吼28事件這個原兇啦，有人就是講上大責任。
就是蒋介石吼。但是头拄这个教授嘛讲吼，这个可能是一部分尔吼，但是伊过去做过啥物啦？咱看讲这资讯吼，定调这是一个叛乱的这个动作啦吼。另外吼，就是调兵来到台湾遮吼，规个这个开始枪杀全岛吼，咱讲台湾全岛吼，各地头拢有受到这个228的事件。另外咧，伊为这个单义无受到这个天罚吼，所以咱继续搁请教师傅啦。咱讲吼，这个历史的这个部分，咱嘛看来讲，即阵吼，这个吼蒋家的第3代想要伫这个立法院内底吼，塞一寡这个法案吼，为着咱讲吼228事件，是好这个转型正义做一寡代志，你安怎个看咧？哦，就老师有讲啦吼，就这个事件吼，责任咱思考这个问题中，到底是毋是一个人爱负责完全的代志？是。不过咱嘛爱来看着讲，蒋介石甲伊的规个体制。对咱台湾社会的转型正义，还是讲228事件尾下的代志，吼，其实不可否认的，就讲因爱负上大责任嘛。是。我有一个研究就讲，就是夏老师吼，伊的研究内底就讲，1948年到1987年啊，有40年中间，台湾新闻报、联合报、中国时报，40年中间刚有15篇的新闻是甲228有关系。哦，所以咱会在讲嘛，228已经过去啊，1947年迄阵代志发生啊嘛，毋过为什么？自1948年到1987年，无法度人写，无法度写，无法度讲，无法度讨论，自然迄定是因素嘛，有一个力量影响到大家唔敢来讲这件代志。是。那当然自然就互大家对这件代志的熟悉是愈来愈薄嘛。因为无人讨论，吼，无人要讲中，这到底发生什么代志？自然就是尾啊，等本土化了、民主化了，大家才有法度去了解讲到底228发生什么代志。是。所以咱来看。整个戒严时期，就是蒋介石、蒋经国，佮规个国民党的体制，因对台湾社会言论，吼，对台湾社会的迄个空间做上大的压迫。所以你讲因无责任吗？我认为讲，不只是228事件本身的责任，都包括咯，咱的转型正义为什么这慢才开始？是。咱为什么这慢才会去了解讲到底发生什么代志？吼，这个部分因作为。战后台湾的统治者啦，咱咧无客气来讲，因是台湾社会的统治者，因当然有责任啦。吼，有影啦吼，咱继续搁请教英明啦吼。其实你有建议讲吼，台北市咧做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已经有咧做的，也是讲做无够的时阵，你拢有建议予这个郭市长吼，伊互你回应是啥物？即阵已经咧做的这个进度到底是啥物咧？对。因为我感觉是市长吼是足明确的，感觉是安尼吼。因为伊知影讲伊一般人无了解，所以讲伊就甲大家讲转型正义，这是中央的代志，毋是我地方政府的代志。但是其实地方政府，因为中央已经有迄个初转条例吼，即个法律来去制定讲，地方政府爱做啥，吼，有几啊例吼，所以讲这个责任是伫市长内底哦，吼。我甲市长讲哦，伊拢感觉安那，无啊，我不爱做啊，嘿啊，无要无紧，吼，我叫伊做，伊就讲，外呢，我感觉伊是足奇怪的代志，就是讲。伊知影吼，爱负责任的是蒋介石甲蒋经国吼，吼，但是伊无知影讲，毋当是这两个人吼，是规一个体制啦吼，对吼，规个中国国民党的体制，吼，所以讲伊无负这个市长的责任去甲大家讲吼，市民讲吼，讲转型正义是重要的代志吼，我想讲台北市长。有即个最重要责任，就是爱甲大家讲，吼，转型正义是上重要的代志，因为有转型正义，我国家才会向前走嘛。吼，无大家拢毋知影影吼，足侪迄个公务员啊，足侪独裁时间的公务员啊，伫迄个现在迄个机构内底吼，哦，足侪来去影响阮教育啊，阮的政治啊，阮的媒体啊，吼，等等吼，所以讲。市长爱负一个责任来去大家给说明啦，吼，说明清楚啦。所以讲，在地方上面伊无爱做啦，吼，无爱做。但是我做市员啊，我嘛是甲文化局，吼，甲伊讲爱做物件，包含一个人权手册，吼，人权手册，啊，搁有迄个6张犁公墓，吼，6张犁公墓迄个整顿啊，吼，吼，但是这些东西都是市长。外管的啊，吼，拢是阮市员咧务的啦，吼，所以讲伫台北吼，伊做8年吼，转型正义的这个进度是足
足低，是，无爱有一个对转型正义有熟悉，啊，佮有责任的市长才会做啊。有影啦吼，咱讲吼，这个做一个首都市长的这个角色吼，真正要提悬啦吼。另外，咱嘛佫讲到吼，咱头都有讲到吼，蒋介石吼可能是一部分的这个原因。其实小连续咱嘛会讲到吼，真侪这个吼。这个政治迄当阵的这个长官啦吼，咱嘛看到讲，第一个是陈仪，第二个是这个潘明义啦吼，另外是柯婉芬。第一个事件的时阵，咱看到讲吼，迄当阵做行政长官啦吼，就是陈仪。28事件发生了后，有人讲伊是采取着两面的双面的这个手法啦吼。第一时间嘛向这个蒋介石来去报告讲吼，这个制造混乱吼。3月初咱讲吼，真正是双面手法吼。伊本地吼先答应着要成立着28事件的这个处理委员会，另外咧，甚至就开始讲吼，要求这中央来派兵来平乱啦吼。另外，迄当阵吼，蒋介石的这个批啦吼，写出着讲吼，哇，台湾人想要离开中国来去独立啦吼。咱讲吼，伊来接收才无偌久尔，伊就用安尼这个信息吼去甲吼这个中国迄边的人吼，安尼黑白讲啦吼，讲吼这是一个叛国的这个行为。另外咧，就是3月初7号28事件委员会提出着政治改革的这个需求，但是当时阵吼，伊甲这个需求吼但现杀去啦吼。迄个时阵，佫要求加派军队来去镇压啦吼。3月初咱看到讲中央吼，这个登陆这个家人，但伊无愿意这个无顾到28事件，所以委员会42条这个要求吼，用这吼作为台湾人背叛中国吼，追求独立的这个罪名吼，开始用枪来枪杀着这个百姓。另外，迄当阵佫有这个高雄的这个部分吼，咱讲吼这个司令吼潘明义啦吼，伊讲认为28事件是有这个阴谋的分子伫咧幕后进行有组织、有计划吼政治企图的背景的这个阴谋活动啦吼。伊讲啥？会议录内底佫有写着吼，坚定非用这个武力。无足着平定叛乱的这个信念，但是咱看到3月7号，这个潘明以后，伊就下令军队向高雄火车头、高雄中央、高雄市政府甲宪兵部啦吼，来去这个进行这个攻击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今年这个28事件74周年吼，咱看到蔡政府头一摆伫咧高雄吼进行中秋纪念仪式，嘛有伊的这个意义存在，先做来看。这是高雄世博馆现场有真侪家属共同追思伫28事件当中所牺牲的受难者。高雄是迄当阵28事件第一个正式互军队武力镇压的城市。第74周年即天来举办今年的中秋仪式。大家更加期待咱政府最高的首长会当伸张正义，甲74当前的28大屠杀接续38当世界第一句的白色恐怖戒严。这段真长的历史真相，公布互老中青国世代知影。总统蔡英文行政院长苏贞昌，还有高雄市长陈其迈等人，早起嘛拢来动念，因为镇压死伤真大的旧市区，也就是即卖世博馆做伙哀悼受难者，而且祝福各地争取民主自由的香港，希望阳光总有一天会回归。我们必须诚实面对自己的历史，深入了解威权统治下压迫体制到底是怎么样侵犯人权，这样才能提醒大家，只有民主制度才可能出现一个自我节制、勇于反省的政府。28事件纪念日嘛是林家血案41周年，副总统赖清德早起出席伫咧义工教会举办的追思活动，但是民进党前主席林义雄是无参加。通过档案条例征集，放伫个国务会各单位的资料。同时，阮也连续进行4波刑罚有罪，并撤销的名单，互迄个时代受难的人、受到不当审判的人，会当恢复因的名誉。赖清德呼吁爱继续深化民主，唔通行威权的回头路。毋过28历史事件伫咧维基百科无法度去用编辑，引起部分人士的不满。再去28和平公园内底纪念馆头前发声，不让这些新出土或新的被认证的论述有机会来发表。政协甲问题指向行政院政委唐凤，28公园外口嘛有团体大动作在抗议，认为讲蔡政府逐年消费28事件，现场出动真侪警力来维安，因为着惊讲会出现冲突。记者综合报道。
咱头拄嘛讲到吼，毋若是这个台北这个所在吼，亲像这个高雄吼，这个车头附近，也是讲吼，这个瀑布管家拢是吼，228这个受难者这个所在吼。咱嘛看到讲吼，家己者吼，嘛互这个车头吼，嘛互列做吼，有咧提案吼，列做是这个不当的这个伪善伫咧啦吼。啊，继续咱搁请教董事啦吼，其实这个228事件基金会啦吼，纪念会啦吼，其实有真侪代志咧做啦吼。啊，亲像讲吼，针对着今年这个报告3月份才这个出炉啦吼。啊，你安尼去看讲吼，这个报告啦吼，啊，要互这个咱讲吼，执政党也好，其实咱嘛讲吼，有当时啊，执政党虽然咧化工转型正义，但是执政党这个脚步也是较慢。嘿，我拄好嘛是昨吼有去高雄啦，吼，啊嘛是我应该是安尼讲吼，伫个马英九在任的总统的时阵吼，阮228的家属分2组 ，OK， 有一组呢是国民党的 ，OK， 啊有一组是咱本土的，吼，啊国民党的迄组拢是早起，吼，啊阮本土的大家拢拒绝去参加，吼，不爱互伊所头啦，吼，啊做下晡拢是阮这较有台湾意识的，是，嘿家属才会去参加下晡的一个吼，所以8年来，阮拢无爱甲马英九碰到面。是。啊，我嘛听伊讲，因为我的爸爸可能是较有指标性的人物，一个228的家属内面吼。是。所以迄个时阵听伊讲，古早的迄个国家纪念馆的执行长，伊的最终极的目标是足希望。我的爸爸甲马英九握手啦，哈，啊，我拢甲阮爸爸讲，爸爸，马英九要甲你握手吼，你千万袂使甲伊握手啦，哈，因为你只要跟他们这些人有谈这会的时阵，媒体会大肆放厥，说228家属甲国民党大和解，OK， 这样子我们的诉求全部都会没有了，哈，所以我感觉我的爸爸这点是。有做到伊爱做的部分哈，啊，今麦咱来讲一个哈，伫个2010年，哈，2010年，阮家属告国民党，哈，总共有108位家属告国民党，是，那到迄个时阵是国民党是马英九是党主席，哈，2010年只花5个月时间，从地方法院、高等法院。到最高法院，是，我们都败诉，拢败诉哈，全部败诉，是，好，所以真侪人讲啊，明明就是有加害者，嘛明明有受难者，为什么咱个输？是，啊，这就是转型正义需要处理的部分。OK， 司法的改革是不是爱个做？好，啊，过来。我要甲大家分享一个部分哈，就是马英九先生每个拢讲，伊这30年对台湾做足侪代志哈。为哈啊，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图表哈。这是我为228基金会摕来哈。伫个马英九在任的几年中啊，228基金会的预算是每年3减，拢来甲你扑掉了哈。都甲你扑掉。是。好。啊，我要嘛请问哦，要是你真正为着这个部分要做代志的时阵，你删减预算，那你的用途是什么？你的用意是什么？真简单，就是恁大家拢卖讲，拢卖做活动，基金会都无啊，啊你们228都唔免够乱呐。是，这个他就是他的终极目标。所以30年他做了什么事，把这个也加上去吧。是，好，啊过来。这张是我真感谢的一个图表哈。伫个迄届，好，2010年，阮告国民党的时阵，迄个时阵顾立雄律师是，拢做阮的义务律师，拢无同阮摕钱，哈啊，加有张延宪馆长，好，张延宪馆长，前几年过身去哈，这是我的爸爸。是，这是林连忠律师的查某囝，伊嘛过身去啊哈。我要讲的是，伫个转型正义的这个部分哈，228家属会坚持到底，哈，只有继续的坚持，还有传承，咱台湾的转型正义才会有
水落石出的那一天。好，这是阮家属2礼拜的家属一直坚持的目标。是，所以咱看到讲真正追求，咱讲维权政府吼加害者这个定位吼，这是咱讲28家属上大的这个愿望伫咧啦吼。啊，其实咱讲到这个28事件买手吼，看到真侪这个白色恐怖也好，甚至伫41当前这个人体血案吼、林家血案吼，其实拢是吼买手，咱看到这个维权政府所做的这个部分吼。咱嘛看到讲吼，其实台湾要杀这个转型正义。其实也有一大这个空间伫咧吼，毋那咱头拄仔讲的这个马政府，即阵的这执政党吼，共款嘛是爱来去做啦吼。啊，现在咱都爱追求着咱讲的这个转型正义咯，就是透过真相好历史的这个呈现吼，提起着这个后代面对着这个独裁政治吼，对人道咱讲的这个摧残吼，啊，故意挑剔吼。希望也是讲袂积极啦吼，袂带来和平甲和解吼，真正爱去面对着过去，才会当吼真正来去解决着社会这个弊损吼。咱看到28零纪念行动内底吼，就是爱讲拆除维权，全面彻底吼清算着国民党甲相关的这个势力啦吼，啊，抬掉咱讲吼维持市民维权上顶的这个预算也好，这个吼咱讲即阵是自由广场啦吼，过去是中正纪念堂吼，啊，个大溪吼这个部分，另外促转会这个部分，就讲吼这个中正纪念堂应该拆掉吼，这个咱讲吼铁柱啦吼，三军仪队啦吼，转做是转型正义工课过渡的一个措施伫咧。民众立委范云吼，伊讲吼林家血案满41周年吼，政府对家属啊应该爱来公开道歉吼。啊，另外咱看到讲28事件纪念基金会董事长施化元吼，伊安尼讲。头拄仔咱嘛有讲着吼，超过100人这个部分吼，啊28这个事件调查报告吼，都要来出版，嘛要互国际知影讲台湾重视人权甲民主啦吼。但是咱讲真正还佫欠真大步啦吼。啊，尤其咱头拄嘛讲着执政党吼，有人骂因讲因是这个28的这个 ATM 啦吼，你安怎看咧？我吼是，其实我认为最少是安尼啦吼，就是讲。历史是安怎？就是讲你爱去追求真相。是。但是头拄李律师伊提起就讲啊，像讲司法对无？其实司法爱改革无毋对，历史学界哇哪爱改革啊 ？OK。因为谁到司法爱改革？司法伊迄阵吼，甲无罪人判有罪。伊的判决书安怎写？是。用拗的啊，毋免看证据啊，凊彩写就会使啊。是。都甲准过啊！对啊，维权统治之下的历史学者，敢毋是安尼？我那是安尼啊。是。所以无功夫的啦，其实吼，维权统治以来，足侪人的迄个历史学者，即马受遐教育的人是足侪人无功夫的啦。因为头拄仔你遐有抛出来讲啊，3月初8伊无爱伊的迄个42条嘛。是。啊，当然迄个我看到，我无甲你讲啊，这可能爱修改无，因为我真正看到3月初1947年3月初7的报纸顶头去报3月初6，3月初6才22条尔。3月初6才22条，3月初7佮加10条，随补出来安尼。32条尔嘛。啊，32条其实人民导报嘛是安尼报，大明报嘛是安尼报，甚至中央社拍去中国所有的报纸嘛拢安尼报啊。是。啊，是安怎？咱即摆也会去讲42是柯万芬伫4月开记者会宣讲啊，一般讲32毋对是42。嘿，迄是安尼讲啊，这证据拢伫遮。是。啊，是安怎？咱的学术界袂甲这当作是讲这应该是真相。吼，啊，其实迄个32条吼，我会使甲你讲，因为我逐条拢甲你讲倒位出来。是。啊，第1条叫做制定新自治法啦。啊，制定新自治法，敢迄天伊生出来，制定新自治法就是甲迄个宪法的第1条共款的意思嘛，哦，啊，伊迄个意思就是总纲的意思啦，所有的物啊对这开始制定新自治法。是。啊，事实上，32条的第1条的制定新自治法，前几个月前，因一堆人咧开会，就是因爱去提新自治法的草案。所以逐条吼，你对迄第1条甲第22条吼，逐条吼，伫前1年的报纸吼。拢捌出现过，是铁灰贸易局啊，无啥物这逐条拢出现过。是，咱继续。所以咱无甲即个物啊吼，拢创好清楚，几点几分因做啥物代志，拢无创好清楚。是，安尼讲要转型，真相都还未开始啊。有影啦。敢若苏博头拄仔，敢若林议员头拄仔你讲的迄个，就是讲啊，你4项第1项是真相啊。
其实咱的真相抑搁功夫太歹咧。有影吼，真相这个调查吼，其实要一段大空间吼。头拄咱讲吼，司法改革、学界嘛来改革吼。啊，面对着讲吼，咱今日吼资本开始咧讨论讲吼，啊有真济这个政治人物吼，嘛是用着这个228事件吼去做伊的这个政治表演这个秀啦吼。啊，这个秀吼，若是真正过头吼，真正是这个真歹看啦吼。其实咱讲吼，资本吼对历史的人物。真相的调查吼，拢是照步来，啊，尾手吼，真正这个道歉吼，这是这个咱讲真正这个正义，还是讲认定这个加害者。苏波哥有啥物建议无？其实我是认为讲吼，即届这个代志，咱来看柯文哲市长吼，伊个团队规个作为吼，会使当做是一个转型正义的吼足歹的范例啦。安怎讲呢？就是讲，咱讲政治人物有责任啦。不过伊讲死2万人才是重点，恁就莫计较。其实这种话吼，就甲戒严时期讲的共款啦。是。为着中国，吼，为着安怎，为着社会，为着民主，吼，为着和谐，吼，所以你就莫计较啊，吼，莫要求啊。吼，在过程中间，我会认为讲，其实台湾的社会，大家对历史拢有每一个人的想法啦。啊，不过嘛有天才就讲，你明就知影这个活动内底，你邀请马英九总统，佮邀请国家人民。这就一定有冲突嘛。是。啊，你邀请因两个来，你讲除了讲和解，叫你将两个意见无共啊斗底。你到底要创造这个矛盾，还是要和解呢？这是我对市长完全无得了解。有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个历史的这个必顺吼，真正啊大家爱去甲补起来，但是透过什么款的方式才是适当的吼，才是互大家搁去思考的。今日感谢秀来宾，啊感谢乡亲拢必须看，咱明仔载再会，感谢多谢，多谢。